摩根士丹利周4、19日發表報告，指香港樓價自2018年高位回調，隨着內地買家湧入、資本市場改善，以及指將迎來一個可能持續4至5年的上升週期，並預料今年下半年樓價止跌回升，升幅約2%。報告指出，內家正提振香港樓價，因為租金收益率已超過內地一線城市，刺激投資需求，資本市場復甦正產生財富效應，進一步支撐樓市需求。此外，與樓按相關的一個月港元同業拆息 HIBOR 自上月急跌，目前徘徊在3年來的最低水平，也為支撐樓市。不過，大摩同時指出，本港樓市存在不少挑戰，加及失業率上升。雖然市場正在復甦，但部分發展商營運存在困難。